继续来看台南市伫全国抢一步声推出着循环杯自助照行站，鼓励着民众减少来使用着一改性的饮料杯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着大学路的基台启用的仪式，鼓励市民多多使用对环境友善的循环的容器，减少着塑胶甲粪扫，爱地球。 因为疫情关系，台南市一次性的碗盘用量增加真济。1月份到6月份，全台南市一次性的碗盘回收量是478万公斤，比109年同期增加39万8千公斤。为了鼓励民众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饮料甲杯啊，台南市长黄伟哲来体验照杯啊、行杯的机器。那所以不管是使用店家提供的安全的循环餐具，或者是自己携带餐具，好，或者杯具，好，譬如说你去买手摇饮，你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杯具，啊，这样的话更安全，好，那很期待大家一起来响应。 回收的环保杯啊，拢有专业的机器，会加使有清气灭菌，每个月会送 SGS 抽验，以确保这杯的卫生甲安全。透过循环杯的再利用呢，可以让我们的垃圾呢能够再一次的减量。那同时呢，也落实我们的环境呢可以更美好。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招乡亲做伙用行动来爱地球。